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喺 MEXC 交易所點樣開啟 EFA 雙重驗證，保障你嘅加密資產安全。首先，打開 MEXC 主頁，登入你個戶口。如果未開戶口嘅朋友，可以用我嘅邀請碼註冊，有額外2折交易手續費優惠，慳多啲，快啲行多步，賺多啲。註冊完記住盡快開啟雙重驗證。註冊後，系統會叫你做 email 電郵驗證，跟住指示就得，好簡單。驗證完之後就可以進入賬戶安全頁面。記住，一定要用你自己主用嘅電郵啦。為咗提高賬戶安全，可以做埋 KYC 身份認證，咁樣資產就更有保障。KYC 只需提供身份證明，好快搞掂，冇煩惱。開啟雙重驗證同 KYC 之後，即享最高1萬港元新手迎新獎金，機會難得，千祈唔好錯過，新手福利滿滿。最後溫提大家，出金同交易之前，冇必要確保已經開啟 EFA 雙重驗證，令你嘅資金安全無憂，輕鬆賺錢，安心交易。